大家好，又嚟到 Finny 姨呢個頻道啦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用呢款太陽花祖母革拼接成一個斜孭袋。先嚟勾兩片祖母革，呢啲係4股牛奶棉，5個顏色。勾針就用3mm，先用啡色線起6個短針，拇指同中指夾住條線頭，喺食指處繞一圈，打個十字，再用拇指壓住個十字，中指同無名指夾緊條線，勾針穿個線圈，勾條線，將線拉過線圈，繞線，將線帶過個細圈處，咁就為之一個鎖針啦。拉緊呢一針係唔計數嘅，再將勾針穿落個大圈處，繞線，將線帶過大圈，咁兩條線就掛喺勾針上面啦。跟住再繞線，再帶過兩條線，咁就為之一個短針。就係以呢個方式喺大圈處勾6個短針。6針勾好咗之後呢，就捉實個線頭，扯緊個線圈。跟住就以一個引拔針連接頭尾兩針，勾針穿入第一針，繞線帶過，然之後兩針就掛咗喺勾針上面啦。跟住將條線再帶過另一個圈處，咁就為之一個引拔針啦。扯緊，咁一個小花心就形成咗啦。跟住呢，就勾3個鎖針作為長針嘅起立針。呢3個鎖針呢係唔計針數嘅。跟住喺同一個位置呢，勾多2個長針，繞線，將針穿入第一針處，跟住再繞線，將線帶出。咁勾針上面呢就掛咗3條線啦，再繞線，再帶過2條線，咁再繞線，又再帶過2條線，咁就為之一針長針啦。再勾多一針長針，咁第一針呢就有3針鎖針同埋2針長針嘅。第一針長針呢，我哋就用記號扣記低，跟住落嚟呢，就係每一針勾2針長針，總共第2圈呢就有12針長針嘅。勾完最後一針之後呢，我哋亦係以引拔針連接頭尾2針，再勾一個鎖針就可以斷線啦。勾完花心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轉黃色線勾花瓣。勾針插入第一針，咁將線頭呢放喺前面，黃色線放喺後面，繞線將佢帶出，跟住勾4個鎖針作為一個長針。每一個針位呢，我哋都會勾一個4合1嘅棗形花作為一個花瓣。跟住喺呢針再勾多3個未完成嘅長針，繞咗2圈之後呢，就穿返入去第一針嗰度，黃色線頭撥向前，跟住繞線帶過條線，然之後呢再繞線，跟住呢就係帶過2條線，再繞線，再帶過2條線。好啦，咁呢針呢都係未完成嘅長針嚟嘅，跟住再繞2圈。穿落第一針處，繞線，再帶出，繞線，帶過2條線，再繞線，再帶過2條線，跟住重複再勾多一個未完成嘅長針。而家勾針上面掛4條線，咁我哋繞線，將佢一次過帶過。咁就完成咗一個花瓣啦。喺第3圈呢，我哋總共勾12個花瓣，跟住勾3個鎖針連接每一塊花瓣。開始第3個花瓣，繞2圈，勾針插入第3針，繞線帶出，勾針掛4條線，繞線
帶過兩條線，再翹線，帶過埋咗兩條線，咁就為之一針未完成嘅長長針啦。跟住再勾多3針，勾完第4針呢，勾針上面就掛咗5條線，咁我哋翹線將佢一次過帶過，咁就完成咗第3片花瓣啦。勾完最後一針之後呢，我哋就用引拔針連接返頭尾兩針，跟住扯緊，再勾多一個鎖針，鎖實條線，咁就可以斷線啦。勾完花瓣呢，就勾花葉。首先呢，就喺花瓣嘅頂部嗰一針勾2個長針，將綠色線放喺後面，用手指撳實，翹線，將線帶過，跟住勾3個鎖針作為一個長針，翹線，針穿返入同一個位置，翹線再帶出，咁勾周有3條線啦。跟住再翹線，再帶過2條線，再翹線，再帶過2條線，咁就完成一針長針啦。用記號扣記低第3針鎖針，再勾2針鎖針，跟住就翹線。第一個窿唔勾，勾第2個窿。喺呢個窿呢，就勾2針長針，2針長針，2針鎖針，跟住又2針長針，2針長針咁樣嘅。勾完呢幾針之後呢，就形成一個角位啦。咁跟住我哋再勾多2針鎖針，跳過旁邊個窿，喺花瓣嗰個位置重複勾2個長針，就以呢個方式完成第4圈。勾到最後一針之後呢，我哋亦係以一個引拔針連接頭尾2針，再勾一個鎖針斷線，跟住就勾白色嘅部分。喺角位嘅第1個長針嗰度落針，翹線，將條線帶過，跟住就勾3個鎖針作為一個長針，然之後呢，就每一針勾1個長針，總共就勾4個長針。第1針加個記號扣記低，跟住就喺窿嘅位置呢，勾2針長針。2針鎖針，跟住再2針長針，跟住再以長針勾返旁邊呢4針。勾完之後呢，效果就係咁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喺第3圈花瓣與花瓣之間嘅3個鎖針裏面呢，各勾3個長長針。最外面呢條線呢，大約留1 cm 長。呢3個長長針勾完之後呢，就勾隔離呢個窿啦，又係3個長長針。咁呢一組花就勾完啦。以呢一個規律重複勾多4次，勾到最後一針呢，我哋都係以一個引拔針頭尾相連，扯緊，再一個鎖針斷線。白色部分勾好咗之後呢，就勾紫色嘅位置啦。勾針插入第1針，再將紫色線帶出，勾一個鎖針拉緊，跟住喺同一個位置勾一個短針，跟住每一針勾一短針，直至去到角位2個鎖針嘅位置，喺個窿處勾2個短針，
2個鎖針同埋2個短針。4個角都係一樣，其餘嘅針數呢都係每一針勾一短針，勾到最後一針呢就斷線，再用縫合針收口，先留空第一針，穿落第二針嗰處，輕輕拉緊，直至長度同其他辮仔一樣，跟住就篤返落最後一針嘅位置處，向下穿過2、3針，再輕輕拉緊，務求令到條辮仔呢收得自然一啲，再將線頭向後穿多幾針，等線頭收得緊實一啲。咁呢個祖母格就完成啦。而一個斜孭袋呢，就需要勾2個祖母格。而至於縫合方法呢，同埋點樣勾個袋身呢，喺第2個視頻就會同大家分享㗎喇。呢個視頻就到此為止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個視頻見，拜拜。